嘉义昨落大水后造成严重的灾情，亲像这嘉义水上中部，拢因为这个赤兰溪溪水涨起来，有一寡路段是水淹到1、2公尺深，地数有2名士大是被护照洪淹死啊！啊，那伫咧德江呢，有这水崩山甲双架的遗体砍掉的，一直到中昼才找到。也因为这个大水后的吞大阿里山火车竟是无开，也为着这安全设想，明仔载也休困一天。空中摄影机伫天顶咧坐，下海怪手也拢无停。受低压大影响，家己车站落大水后，暗时土石流冲入德墾乡10号河面体，号召河原本12要出山的商家，亲人遗体互土石流冲走带咧，一直到11中昼才找到。一颗石头落地的哈，比较安心一点这样。另外，水上中埔乡也因为赤兰溪暴涨溢流，地处部分路段水深1到2公尺，水上永庆至福桥往台82线道路，一对老翁某因为被辅导生受困车内淹死，县长洪忠良赶紧为日本转来到重灾区勘灾。长时间的强降雨，有时候它还是会被突破掉。那基本上，那我们整个村落的这个积水的部分，那我们大概都全部排除了。那整个山区的土地比较松软，所以有坍塌的部分。那我们现在在抢救当中。伊讲伊7点半过来到这，看到到还好，过一下尔，一下子而已，规个就淹起来啊！淹起来的时间点大概几点？应该大概在8点20左右啦。水又搁紧又搁急，淹到河面上差点无法度离开，土水毁坏中和义乡村的徛家公庙，甚至厂房内底家具设备，民众是损失惨重。中埔乡同款受疫情影响大淹水，水深至少1.5公尺。赤兰溪边啊，遮我恁2代吼，有水机拢太伤老少啊。啊，又搁公里搁伤少，其实拢收袂去啊。所以讲差半点钟就放起来。林体人员赶工清理铁轨62因应停班停课停驶阿里山林体，因为山区大水后造成林体本线，家己甲12道路段2个边坎土石出来，12停驶。按算下晡清理了后，12气运转确认无问题，13才搁恢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